台南自2019年推動不可星球計劃，是全台為結合有教有路的活讀平台，長期強化學生活讀甲語言理解能力，並在學習成就上得到驗證。不管在 AI 科技、體育，也或是藝術等領域，攏表現亮眼，展現全方位的學習成果。不可星球目前迎來再進化，昔日推出全新的第六等級，永續共生的星球。恭喜我們全新的等級6星球就正式開放嘍！不可星球這個普及閱讀計劃是台南市非常強的一個非常有效能而且有成效的一個教育計劃的推動。那其實大家每個人都知道，說要推動加強孩子們的這個閱讀習慣，讓他們養成閱讀習慣，讓他們開卷有益。尤其現在很多人都越來沒有閱讀了哈。那但是在台南市卻是逆勢上漲，我們的孩子的閱讀能力跟閱讀的習慣的養成都非常重要。那所以說，這個其中不可星球居功厥偉。那這也是在全台灣22個縣市裡面唯一獨步的，就是台南市的不可星球。因為我們不走老生常談，不是大家在台面上就宣傳宣導大家多閱讀、開卷有益，而是實質上用不可星球來吸引同學他們喜歡閱讀的心。那而且這幾年來成效也非常卓著。那總共最強的累積的點數了，孩子的點數，我們是最高等級是24000點，結果現在孩子已經有人達到21萬點了哈，超過21萬點，這表示真的是已經養成了非常喜歡閱讀的習慣。教育局頂地審會指出，不可星球以任務化設計甲星球升級機制，讓學生清楚看見自身閱讀累積歷程甲成果。目前參與人數已經超過16萬人，累積閱讀能量突破3.2億。而這次升級推出永續共生的星球，將會聚焦在環境永續、生態科技共存、循環再生這3大核心理念。我們的第6集那我們初步把它稱為永續共生的星球，因為台南市我們包括環境的永續，包括生態科技的共存，以及市場非常重視的所謂綠能這個部分的循環再生，這個回應到 SDGs 的3個指標，以這樣來當做第6集的這個不可星球我們的這個信念。不可星球創線以來，持續以學生學習歷程滾動調整閱讀文本甲平台功能，並結合教師專業支持甲相關閱讀活動，深化閱讀教學資源，並透過不斷進化，讓閱讀成為囡仔理解世界、建立價值起點，也讓台南閱讀教育持續向下扎根、向上拓展。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